今仔日是立夏，天气非常烧热。伫咧台南的下北寮下晡1:40左右出现40.1度的高温，也若头一个黄酸雨的锋面是当咧接近台湾。估计礼拜到拜一日透早就会通过台湾，但是这阵雨针对南部欠水的问题帮助也是有限。抬头看，那天内底有一寡云，路边的行道树随风摇。这是拜六日头照的台东台埔，也毋过，若是一点仔拢袂凉爽，风也拿吹拿热。火烧风一阵一阵，予台埔伫中昼12:48分，气温强要我40度来到39.7度。点仔公路一直呛烧气，经过车辆是热搁较热，在地民众也一直发动袂掉。你骑摩托车的时候都会感受到那个热气，那个热风。很不舒服啊！台南北寮搁较热，下到1:40分，冲到40.1度，气象局日时也针对台南发布高温红色警告，有连续3天出现38度机会。天后宫绕境活动伫全台上热的日头卡举行，信徒寒一直流，也无减少热情。希望他们就是多喝水，那让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。随着今年第一道梅雨锋面瓦近，全台礼拜日后半日起有希望降温。那梅雨锋面敢会当为全台解渴？气象局表示，锋面礼拜日到拜一透早通过台湾，也不过对疏解南部欠水帮助有限。跟传统大家认知的有比较强的西南风、比较滞留性的锋面还是有区别。那明天这道锋面它还是比较属于移动性的，雨区在中部以北的都会比较明显一点。那南部的话，其实雨区还是有些雨，但相对量比较少。那对于水库的话，多少有些帮助，不过还是比较有限一点。气温方面，礼拜日后半日，东北季风继续增强，全台明显转凉。到后礼拜三进前，北部、东北部低温会降到15、6度，中南部是降到16至19度。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温度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